你聽緊嘅係 SBS 電台廣東話節目。各位好，我係鄺美玲。咁申請移民前嚟澳洲咧，有好多唔同嘅簽證類別噶。咁其中咧，申請人咧都係要做呢個身體嘅檢查，咁睇下咧佢哋係咪有健康嘅問題啦。因為好多人認為咧，一啲唔跟呢啲申請人咧一齊移民嚟到澳洲嘅屋企人咧，就冇需咧通過或者係做體檢嘅。咁但係原來情況咧就唔係咁噶噃。特別咧就係希望透過咧僱主擔保嘅工作簽證啦，例如係一啲技術嘅短缺簽證SID 或者係186嘅子女簽證啦。咁如果主申請人呢係希望申請佢哋嘅家庭成員嚟澳洲嘅話呢，就要了解呢一個叫做一人不合格啊，就全員拒簽，即係英文呢叫 One Fail All Fail 嘅呢個原則。咁啊係非常之重要噶。咁究竟呢咩叫做一人唔合格全員拒簽呢？咁喺今日嘅法證先鋒呢，我好高興呢就係請到移民律師黃日卓 Richard 呢，同大家呢就傾下呢一個嘅條款啦。咁我知阿 Richard 亦都喺電話旁邊同佢打聲招呼先。早晨啊 Richard。早晨 Selena， 你好。頭先咧就提到呢一個嘅條款咧，就係話，即係如果一個申請簽證嘅人士咧，佢體檢唔合格嘅話咧，咁可能咧佢就即係申請其他嘅屋企人嚟咧，都可能即係都唔合格嘅，又或者咧其他屋企人有健康問題咧，都會可能令到佢嘅簽證咧就唔獲簽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下，其實呢一個條款主要嘅內容係乜嘢咧？嗱，OK， 好啊，咁啊，即係都幾得人驚下㗎，咁聽起上嚟。咁響移民嘅政策入邊咧都冇錯。咁啊，全部嘅簽證咧，其實絕大部分啦，尤其是一啲永居嘅簽證或者係逗留超過1年嘅簽證咧，其實好多時咧都需要符合我哋所謂嘅健康嘅要求嘅。咁就即係響移民法 Migration Regulation 入邊嘅即係第4附錄 Schedule 4入邊嘅一啲要求嘅。咁頭先你講咗啦，咁就係一個 One Fail All Fail 嘅意思咧。咁就顧名思義啦，就係話如果呢個申請入邊係包埋家庭成員嘅。OK， 咁喺申請過程當中啦，移民局有機會要求全家都要去做呢個身體檢查。咁至於喺身體檢查嘅入邊，任何一個家庭成員，如果佢唔能夠係通過呢個身體檢查嘅要求嘅話咧，係有機會咧係整個申請，即係所有嘅即係成員咧都係被拒簽嘅。咁所以咧就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嘅 One Fail All Fail 嘅一個 policy 啦。咁嗱，其實你頭先都睇到話係譬如永居啊，或者係逗留1年以上嘅簽證咧，都要去做一個體檢啦。咁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冇其他一啲類型嘅簽證咧，就必須要即係所有屋企人都要達至健康嘅標準先至獲得簽證嘅咧？嗱，其實只要嗰個簽證入邊，即係其實佢一包埋屋企人嘅話，又好似我先所講，係個居留嘅時間係有機會超過1年或以上嘅話，即係1年或以上嘅話咧，都要接受體檢㗎啦。呢個好大機會，除非係一啲即係家庭成員係好年輕嘅，或者係之類，或者好年長嘅話咧，先至有機會係即係移民嗰個酌情嘅豁免。亦都有陣時咧，就係話一啲境內申請嘅簽證，如果喺一啲情況底下啦，或者特別措施，咁最近嚟講咧，就喺幾年前出現過啦，就係當呢個即係疫情啱啱過咗之後，因為好多人即係積壓咗要申請呢個續簽啦，喺澳洲呢邊或者係申請永居啦。咁佢哋喺境內申請嘅時候咧，咁由於即係嗰陣時嗰個即係醫療中心真係爆滿啦，咁移民局咧當時都有一個特別嘅政策推出，就係話如果嗰個申請人係之前冇離開過澳洲嘅，咁即係喺佢之前嘅簽證係通過咗健康檢查，但係之後佢都大部分時間係仍然逗留喺澳洲嘅話咧，佢當時再申請第2個簽證，即係或者係由暫居轉永居之類啦，咁樣嘅話咧，佢係唔需要通過呢個體檢嘅。咁嗰陣時一啲特別嘅措施，咁就當時因為真係 book 唔到啊，嗰啲中心咧係排長龍嘅，有啲要 book 成年都 book 攞唔到個 appointment，咁所以咧先有呢啲咁嘅特別嘅即係安排嘅啫。
係，咁但係譬如如果啲屋企人唔諗住跟呢個申請簽證嘅人士嚟嘅話，係咪都需要通過呢個體檢，定係冇問題嘅咧？嗱，冇錯，你啱提出呢個又係特別嘅。咁因為咧，其實喺移民即係申請當中咧，大家如果填表嘅時候咧，會留意到就係移民局都要你申報究竟你邊一啲係與你即係隨行會一齊申請嘅家庭成員，或者一啲唔會同你一齊移民嘅，即係佢係你嘅家庭成員。嗱，家庭成員我哋有個定義㗎，移民法入邊唔係話所有親戚朋友都算。係只係你嘅直系親屬，即係包括主申請人嘅配偶啦，或者佢哋嘅子女，就屬於即係呢個我哋所謂定義為家庭成員。咁呢啲家庭成員，不論佢係是否會隨住呢個主申請人申請移民嘅話咧，都有機會咧係俾移民局咧係叫去做身體檢查嘅。嗱，咁啊，尤其是有啲朋友就會話：喂，咁佢都唔申請移民咯，咁點解仲要叫佢去做身體檢查咧？咁呢個首先咧要講翻喺法律上咧係有咁嘅要求嘅。咁呢啲我哋英文叫做 non-migrating family 嘅 member 咧，佢哋係有機會咧係被移民局要求過去做身體檢查啦，或者係攞一個無犯罪記錄都唔定嘅。咁但係咧呢個唔係必然嘅，咁啊移民局係有一個酌情嘅考慮，會唔會需要去叫佢哋去做身體檢查？好啦，點解會咁做咧？因為咧移民局有個擔心啊，就係話如果呢一啲申請人，舉個例呢啲家屬，佢係或者係佢係唔打算，雖然佢喺今次嚟講咧，就表明話我唔打算跟呢個主申請人移民啦，但係因為佢哋始終係個家屬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係有權將來申請移民。咁移民局就擔心會唔會話原來其實佢哋係隱藏咗一啲嘅即係身體狀況啊，或者一啲問題，而只係想巧妙地透過主申請人先攞到個 visa 之後，先至再申請佢哋嚟移民咧。咁因為咁嘅情況咧，嗰個審批有機會會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咧，移民局就會先要佢哋，就算你哋唔諗住嚟移民啦，都要做嗰個身體檢查。咁但係呢個咧，我都講過啦，法例上亦都有一個位置咧，係由即係呢個審批主任啦，即係或者即係我哋叫移民官啦，做一個酌情嘅處理，就究竟係咪真係需要即係叫呢啲唔移民嘅家庭成員咧都去做身體檢查？咁但係有呢個可能性嘅。係嗱，咁如果做身體檢查嘅話，主要係做咩檢查？嗱，咁做身體檢查咧就有即係幾個地方。嗱，呢個即係大家要留心啦。嗱，當然咧，一般嘅即係我哋叫普通嘅一個身體檢查咧，通常就會係點做咧？咁就係你要即係做一個預約啦，去一個地方，一個可能一啲健康中心啦，或者係指定嘅地方去做一個身體檢查。咁而當中嚟講咧，當時去到嗰個中心嘅話咧，通常你都一定要咧係驗即係主要啲地方就係驗血啦、驗小便啦，同埋照肺啦之類。咁同埋咧，亦都會係需要見醫生嘅。咁醫生咧就會即時去詢問你好多問題啊，關於你嘅身體狀況啊，或者係個咁嘅一啲歷史啊咁樣。咁呢個身體檢查嚟講咧，對於唔同嘅人或者佢哋唔同嘅年紀咧，都會有啲即係有啲唔同㗎。咁譬如有啲即係成年人咁，或者係一般嘅成人咧，佢哋即係會驗嘅地方，即係身體檢查嘅項目咧，會係詳細一啲。而即係如果係未成年嘅子女啊、小朋友啊，咁佢哋會驗少啲嘅。咁啊，但係有一點好特別嘅，就係話咧，如果嗰個小朋友響譬如佢第一次簽證申請嘅時候，佢驗嘅項目同佢第二次申請簽證，因為佢年紀大咗啦嘛，咁所以咧，可能移民局咧就會要求佢加驗一啲項目。咁我亦都試過咧，就係有申請人咧，就係佢喺個申請過程當中咧，就啱跳過咗10個歲數。咁結果咧，移民局叫佢再補，唔該你，喂，去驗多一次血啦，咁樣，因為咁啱你跳過歲數啦，有啲嘢要驗啦，咁係，即係有時都會根據個年齡咧係要求唔同啦。咁譬如頭先你提到咧，有又要驗血啊，又要照肺啊，又或者係做其他嘅檢查嘅時候，咁其實申請人可唔可以話我
同個家庭醫生咧做檢查，然之後就交俾政府嘅咧？即係因為佢話可能係即係佢一路都知道我個病歷啊，或者係知道我有咩身體狀況啊咁可唔可以咁樣做嘅咧？嗱，喺呢個階段，即係如果移民局要求申請人去做健康檢查咧，係唔可以話你自己去揾一個醫生去做嘅啊，因為咧喺移民局度嚟講咧，佢其實係有啲指定嘅中心，呢啲中心咧可以喺澳洲本地啦，或者係喺申請人自己嘅國家地方都有嘅。咁即係只要移民申請人自己上去移民局個官網嗰度啦，其實就會揾到晒呢啲資料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喺澳洲咁先算啦，咁其實走去官網，咁就可能 book 翻佢住開嗰個城市嘅相關嘅醫療中心，咁就可以 make appointment。咁喺呢一個過程嚟講咧，係唔可以話你自己揾咗你自己嘅醫生去做咗嗰啲檢查。雖然我又照驗過血啦，或者咁，但係如果往後真係喺呢個即係健康檢查嘅問題上係即係出現咗啲狀況啊，需要即係同移民局再去爭拗下或者之類咧。咁到時咧就可能會出動你自己嘅醫生啦。明白。咁需唔需要即係做體檢嘅時候咧，有冇啲咩文件係要遞交俾移民局嘅咧？呢個咧就冇話特別要咩文件嘅。咁但係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可能會問一樣嘢啦，就係幾時你要做驗身啊？咁樣即係譬如我入咗個申請，我哋好多朋友客人都好心急噶嘛，即係想快啲攞 visa。嗱，咁呢個咧就要留心，因為咧當你申請一入一個申請嘅時候咧，其實而家我哋全部都係網上申請噶啦。咁當你一入咗個網上申請，而如果你真係需要做身體檢查咧，理論上喺嗰個網即係你嗰個申請嘅系統入邊咧。健康檢查嗰個地方咧，就會即刻會即係出現咗啲文件啊，或者係一個問卷，你就要即係跟住去回答啊，然之後咧就去下載一份文件拎去加埋你嘅即係身份證明文件啦，就加埋你嘅啲資料咧，就拎去做呢個健康檢查。好啦，咁呢個情況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大概知道會驗啲乜嘢㗎啦。咁你亦都通過嗰個問卷嚟講咧，亦都知道佢問啲乜嘢。咁如果你真係覺得有啲相關嘅呢啲問題嘅資料，你可以帶埋去嗱。但係呢個咧，我會建議啲申請人咧，同你自己嘅醫生先商量一下先。又或者如果你係有委託移民顧問或者係律師去處理嘅申請嘅時候，同你商量一下，究竟應該係點樣去安排啊？因為咧，帶唔帶呢啲資料，其實移民局係冇一個強制性喺度，因為你去到做檢查嘅時候，嗰個醫生都會問你一啲資料噶啦。咁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其實我如果已經有啊，或者之類，我帶埋去容易啲解釋啊，或者之類咧，咁你亦都可以先同咗你嘅醫生或者你嘅移民顧問咧係了解咗帶呢啲資料去有冇需要咧，或者應唔應該咧咁解。嗱，咁但係亦都要留心喎，如果你嘅移民顧問或者律師叫你唔好驗身住咧，其實你係唔一定需要嘅。咁個理由係點解咧？因為咧呢啲驗身嘅報告咧，其實佢都有個期限嘅。佢譬如有啲驗身嘅結果即係半年有效期，或者有啲1年有效期。咁所以有啲朋友如果好心急咁走咗去驗身嘅話咧，而你個簽證又要等好耐先至批嘅話咧，咁你就可能去到佢真係審批你嘅簽證嘅時候咧，你就要走去俾佢拮多一針或者交多次費啊咁樣。係啊，冇錯啦。所以最好就聽一聽你嘅移民顧問所講，唔好話點解人人都去驗身，我唔去治啊咁樣。咁視乎咩簽證嘅情況咧，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安排嘅。係。咁其實呢個都係我想問你嘅，即係究竟係咩階段嘅時候先至應該去做呢個體檢咧？咁冇無端端俾佢拮多一針好慘㗎嘛。係。咁嗱，如果即係有屋企人嘅話咧，係咪其實通常都係一家人一齊去做體檢嘅咧，定係要分開做㗎？嗱，你個 appointment 係可以一齊去嘅。咁當然咧，到真正檢查嘅時候咧，就會分開啦，唔會話即係一齊。咁但係小朋友嘅話咧，家長係可以陪同一齊去嘅。嗱，如果嗰個主申請人啦，佢係本身咧喺申請嘅時候，佢本身係有一啲嘅永久性疾病嘅，咁申請簽證嘅時候，係咪應該都要上報埋嘅咧？
其實呢個咧就我建議一般申請人咧，尤其是呢個係一啲醫療嘅問題咧，就一定要咧尋求關於譬如一啲專業人士嘅意見，譬如係律師或者你嘅移民顧問或者你嘅醫生去即係攞一個諮詢，究竟需唔需要申報？嗱，因為點解咧？其實個原則就好簡單。如果你去到體檢，或者我頭先所講響做體檢嘅時候有一個問卷，移民局或者係醫生嗰個即係負責體檢嘅醫生詢問你嘅問題嘅話，咁你當然一定要如實作答。咁但係如果唔同呢啲即係問題相關嘅資料，你是否需要額外提供咧？就唔一定嘅嚇。咁當然啦，你話我提供咗係咪會誠實啲啊、全面啲？呢個唔一定嚇，因為呢個都即係究竟移民局需唔需要了解，或者係需唔需要顧及呢啲資料咧？其實係即係你最好攞一個專業意見先。咁所以如果有啲唔關事嘅嘢，或者係可能喺你嘅即係專業意見底下知道係唔相關嘅嘢咧，你係未必需要申報嘅。咁但係呢個咧最緊要攞咗個專業意見先。冇錯啦。咁啊，即係大家最緊要下呢一樣嘢，就唔好亂咁填啊。咁嗱，最後啦就係如果咧真係有人咧唔通過體檢啦，咁移民局會唔會考慮有啲咩嘅酌情權，即係去豁免佢個申請嘅咧？冇錯啦，呢個即係重點啦，因為我哋講咗個問題好耐，解決方案係點？嗱，咁首先咧有一點好重要嘅，其實因為喺移民法底下，管理健康檢查咧係有兩條法例，一個就4005或者4007，我諗大家都聽過，而家可能好多朋友都，譬如我識啊咁樣。嗱，但係要留心每一個即係唔同嘅簽證咧，佢可能引用嘅健康條例係唔同。4005咧喺底下嚟講，如果唔能夠通過健康檢查咧，係冇任何其他嘅即係方法㗎。咁移民即係審批主任咧，係只可以直接將呢一個簽證咧係取消，咁就視乎呢個簽證申請有冇上訴權啦，就要去覆核個簽證。咁但係如果呢個簽證係即係受到呢個4007條款嘅要求嘅話咧，4007嘅同4005最大嘅分別咧，就係4007係會有一個即係賦予審批主任有一個酌情權，可以豁免呢一個健康檢查嘅申請。嗱，咁呢個咧當然就係話唔係話你唔需要驗身，而係話當你驗咗身，然之後發覺真係過唔到佢嘅要求啦。嗱，咩叫過唔到嘅要求咧？其實就係佢唔係睇你咩病㗎。好多朋友都成日會問係咪我有啲咩病就過唔到啊，或者係之類。其實移民局冇話過咩嘢病一定過唔到嘅。佢唔係用個病，佢係會考慮翻如果你有呢一個疾病或者一個健康狀況，考慮幾樣嘢。第一，對於澳洲嘅社群會唔會造成一個醫療嘅負擔？會唔會對於澳洲嘅醫療制度係即係有一個好昂貴嘅支出？嗱，咁即係佢係有一個公式去計嘅。咁亦都會按時去調整啦，因為醫療費越嚟越貴。咁啲朋友可能會話：喂，我唔係喎，我而家睇開呢個好平嘅啫，嗰隻藥或者之類。因為政府係有資助㗎嘛，有啲藥，譬如喺香港咁，你有啲藥係政府有資助，所以就幾好平。咁但係移民局喺澳洲嚟講會考慮，咦，將來我俾咗個 PR 你，我會承擔呢個費用。第二就係會唔會對於我哋呢個即係澳洲社區造成一個影響，一個危害，會唔會有啲嚴重嘅傳染病之類？咁移民局就會就住呢一啲考慮同埋你嘅自身理由咧，係會唔會賦予一個豁免權，即係話就算你真係過唔到呢個檢查咧，都會即係酌情俾你通過咁解嘅。嗱，仲有好少時間，但係我好想快啲問就係，如果體檢唔合格，可唔可以重新申請嗰個簽證咧？即係如果個身體係好翻嘅時候。因為佢已經有個拒簽嘅記錄喺度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佢係因為體檢而被拒簽咗嘅話咧，如果佢喺境外嘅話，將來佢係可以再申請，但係如果係境內嘅話咧，佢就唔可以再申請，就好似其他拒簽情況一樣，佢係要即係一係就走上訴啦，或者係咧離開澳洲境先至可以再申請啦。好，咁啊，今日咧好多謝晒 Richard 咧，同大家解釋咗咧，即係呢個體檢嘅問題，咁大家咧就要留意啦。咁啊喺呢度咧，鄺美玲同埋黃日卓咧，亦都同大家講聲再見啦。想收聽更多嘅節目內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係其他 Podcast 應用程式繼續收聽。